相爱才会为爱而远离他乡，然后也为了爱而去适应的新的环境嘛，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的。那个时候是蛮辛苦的，刚开始是适应上最难的一关呐，就是婆婆啊跟大姑相处啊，其实蛮困难的。来玩的时候是觉得这是一种冒险，那结完婚之后就好像冒险完的结束，变成现实生活的开始。搞到安严嘅国家去，离开了俗世嘅文化，喺啲孟买10年，小女子係让们调试自家，跟浪漫无消费嘅恋情，啲朴素嘅印度变做维持家庭嘅重要里头。一摆就啲夜間嘅孟買，向下嚟體驗印度無窮樣嘅風采。要不然让见面整个动贴的，要应该踢吧，踢到阿人群，看你跳弗朗明哥呢，很在我们面前，对，然后就展现出你这个哇美丽的舞姿。很难想象哦，的孟买那样的提凤，干这么晚呢啊，应该可以看得到佛朗明哥，不要错。是你点的呢？哎呀，我们家庭主妇的地步卡吗？带谁你呢？我知道，但是孟买是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保守，其实都到晚上都生活，夜生活到12点1点，还有很多活动啊。不过古总啊，刚刚看到也个欣赏，也个同学，也每全部印度你底下都被挑呢。Where you come from? I'm coming from Russia, Russia? Siberia. They call this part of Russia. Because you know, I just come from Delhi. Oh, I just know Kadak. Katak. Qatar. Oh, wow. All right. So I never think about the flamingo in India. You know. For my next flamenco night next month, we'll be inviting a Kathak company to come do a fusion with flamenco because some of the kompas, styles, and rhythms are very similar between Kathak and flamenco, so it's easy to do fusion pieces as well. So as the gypsies went from Rajasthan to Spain, they took a few influences of Kathak, so there are lots of similarities in certain styles, and becomes a lot of fun to do a fusion piece. 不过这边的时间按暗的，业务卡冇问题嘛？没有问题，做得出来。走的。其實有得咩成班係咩？因為我哋第二間看到嘅，大部分嘅西門已經較保守了嘅。基本上哦，我哋路行哦，冇嘛看到西門唔哋路行啊，你行，特別要做到安尼。在全印度算是比较开放啊，所以比较很多外国人啊，所以其实孟买算生活上是很不错的一个那个城市，让其他城市比起来，对啊，夜生活也比较多这样。或者其实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很早就起床了，然后刚才是哇，真的是觉得有点累，但是大家还是很有活力在这边。对啊。田公义吼，迄个硬起年不卡拜访你，我有没有看到南外长你啊？看看喽，再看。好了，明天见哦。好 ，OK。孟買也係印度人嘅希望之都，咪係印度嘅紐約，係所有敢冒險嘅印度人理想嘅夢途。佢千萬有夢想嘅愛種之體，親身家咩冒險來到也在萬年 City 前機會，希望打破眾生嘅限制。也特別係印度好人嘅天堂，強酷人做夢嘅所在。部落嘅家草傳統，啲廣納財路嘅孟買，又為讓人說出自家特別嘅文化方面咯。
谢谢便当吃完了，哈，走了出去好了。小丽姐，嗨 Hello，早安。早，还好吗？差不多按，基本按之後就空堂啊。系啊，我頻繁時候送口啊。呀妹，你好，你好。早安。哦，古總，你第一那邊喺等你，你要上課的時間，你就要按照空堂。對啊，要準備便當啊，然後那個梳頭髮啊，得給坐那個校車啊。其實要給老弟台灣嘅生髮方式咪差唔多。對啊，很辛苦哦。全世界的媽媽都很辛苦。那你該調整空堂，還要做四個東西分其他嘅飲食嗎？會啊。很愛做啊！古總，今日送爺爺上課，該誰來嘅？你們上課。嘿，然後洗澡做瑜伽，然後煮那個早餐。你還要做瑜伽？對啊。咩當你早晨做？啊，隔天的。隔天哦，隔天。每隔天做。呀，幾年生？幾年級？講啊，就是4年級。3年級。就第二那邊等啊。在那邊等。我通常我就會在那邊跟他聊天，然後等他公車來這樣。那妹妹叫什麼名字？馬納斯。其實中文沒講到以後呢哦。哎呀，他會講中文啊。全部會講嗎？你像我們這樣子正常講，他都聽得懂，其實。應該是都聽得懂啦。你覺得中文難不難？很難嗎？很難哦。其實第二那邊還沒影片要學懂多個語言。哎，也在當地有學印度話，然後我看學Gujarati，然後一台灣的學馬拉底，馬拉底是孟買這一省叫馬拉省，又有省的語言這樣，所以當地就要3種語言。你看兄哦，覺得他現在聽我們講中文是需要一點點翻譯的時間。是不用啊。真的嗎？他是害羞。可能加見面聽聽啊。你上班今年有學生啊？拜拜。拜拜。哎呀，早晨冇事嘞嘛？然後轉影咧。你快事嘞？轉影咧。啲空從開始就無停嘅服務客人，就將個印度婦人家嘅共同語命，撒喺動用派嘅小李子，唔是上過嘅人生。啲主動來嘅小李子，本身喺外商公司上班，冇想到同來台做生意嘅印度老公相識相戀，可能就因為身體壓沙力，就嫁咗印度新橋。根本就天定佢容易印度青菜體嘅生活。開始了，因為以前都誰又動誰，然後動很忙啊，然後跑上跑下，然後那個老師他們都很早，從我先生很早就開始做瑜伽，老師7點就來了，然後那時候我是最忙嘅時間啦，然後忙上忙下，然後但是我就一直很想做，但是沒時間，然後最近才開始跟老師喬時間，然後比較有空開始做這樣。起來的時候吸氣，然後下去的時候吐氣，這樣。I just can put here. 腿麻了，是不是？哦。OK。好，按你腳會酸。我冇咁。Yoga 有增加結合團氣嘅意思，透過調整調氣、老舒展嘅動作，將身心靈結合起來。喺線上嘅指導下，感受調氣、老自我。小李子講，Yoga 帶來放鬆、老心靈嘅平靜，除咗本身心停腳之外，也咪係佢老無限嘅老公難得空下嘅時間。要不然做體以前哦，我知道我專於單去，只要省空床就來做。看他做體的時候，做完呢，鬼，就是整個人呐、都這樣神清氣爽。神清氣爽的這樣。雖然講剛剛在做的時候，有啲像要勞這個身體全部就就是拆掉的感覺，可是做完之後你會覺得哇，好舒服。不過你種以前對印度人來講，算唔算懂重游嘅運動啊？就是從細就開始做嗎 No, started very late. Started right? Very late. Very late. Just 2 years back. But yoga is in India. Yes. We follow Western country now. It's now only started developing the environment about yoga. Awareness is growing now only.
So you think you do yoga bring you something? It My or- it makes you healthy. Your breathing becomes good. Overall, you stop aging. Stop aging. Stop aging 就是他所谓说防老，就是 You 防 look 未变 young. 老。 See, your body becomes very flexible and strong. Earlier, if you are not doing it, your body is stiff. So that helps in your longer life. So you do it every day? Thrice a week. 3 times a week. 那你们通常这样做完瑜伽哩，就准备出去上班呢？做完瑜伽就会先洗个热水澡或冲个澡，然后聊聊天，然后先吃饭。我聊聊，会聊聊只有省些时间会大这个。对。那讲嘛该？你差不多慢一点，因为他晚上回来就很晚。我爱弄小水，猫是动早很早就睡觉，所以聊天东东西都是早上大家聊天，要不然其他晚上都是小朋友一大堆人呐，就时间就早上这样。对啊，做完瑜伽，然后顺便聊聊天呐，然后洗澡啊。卡住上班嘅印度人，相对嘅，只只都按不条8、9點才會下班。故說早晨練習yoga，就要小日子來卡嘛調閒約會嘅珍貴時光。結束平靜嘅yoga課，又開始無限嘅家庭主婦用嘅。卡嘛，每本來看到地府卡唔是聽懂嘅印度男人無窮用嘅一面，竟然在天數做早餐呢。其實印度啊，在印度家庭女生就是要走來走去那邊 serving 這樣子，只是反而不能一起吃。一下搞掂到嘅做乜㗎？他新兵起床啊。呢都係神明啊！係啊，他們可以起來，然後讓去寫信，然後過去早餐，然後走上嘛，戴首飾，然後節慶的時候又更漂亮的那個首飾，很多，他的首飾比我還多。其實印度啊，在印度家庭女生就是要走來走去那邊 serving 這樣子，只是反而不能一起吃。真嘅嗎？只是最近我才開始跟我堅持要一起吃這樣。沒有啊，你講以前喺中午的老幾都看我吃。其實基本上女生是要先伺候男生吃完，我們再自己坐下來吃。董豬條按不呀？一樣3餐。幹，你就要等幾條屍體，你這樣說。我讓我婆婆讓我大姑向他，誰冇向他出人啦。一落台灣嘅傳統嘅家庭嘅農場場嘅。對啊。不過你要試最後嘅時間吼，你看，因為已經10點半了咧，差不多，等一下就要試豬了，一下這樣試最後。沒，我們午餐啊，那就大概2點兩食午餐啦。6點，但是是董豬哦。對啊。咁按不要幾點食？按啲晚餐9點啦。按嘛。所以不用吃宵夜，直接可以睡覺。唔過你看，一般啊，人哋台灣是走，有啲加嘅嘛嘅牛肉啊、雞肉啊，搞到一下吐司啲都，叫他被嚇死。因為我們是吃素啦，他就吃素，所以不能加那些。嘿，早晨是在董豬咩食材？按不要咩食材？全嘢的啊。係啊，當然一輩子，那公公婆佢哋一輩子都冇食公肉啊。跟你咧？我特別結婚以前有啦，你有冇啊？今年咧？從台灣長起來。跟你看你那大眾紅從開始，老生人梳頭髮、整理他們，然後全部都哇送去送過嚟。等下老公去上班，看你要怎麼幹？之後上網啊，或是看一下書啊。之後晚一點可能就要準備買菜啊，就準備午餐啊，或是到時候晚上要接小孩啊，就開始這樣。我做一個家庭主婦，印度嘅家庭主婦，生發沒動，很充實。昨天是辣妹，現在是傳統良家婦女的一面，這樣。因為一整天在這種環境，你也是會受不了，還是要一點自我，這樣。那個就是我自我的時候，這樣子。對，自我的休閒娛樂。對啊。設計師小講，來太高效，還喜愛討印度嘅西馬人，因為印度嘅西馬人為一生人。當好嘅照顧老公，就像佢嘅家樣，或是自家嘅老公一生人，從來就冇怪厭。愛做印度嘅新橋，梗是冇咁簡單咯。當你試過照顧好，虔誠嘅家樣，出得出門去拜爺，
还为伫屋卡进行普降仪式。遐假娘都该做嘛该？今天喊那个喊新民起床啊。哦，地都会神明哦。系啊，因为你不是起来免冲啊，喊去洗了，然后让去洗性，然后放去早餐，然后做扇嘛，戴首饰而已啊。可是遐假娘当日就要做个事情，嘿啊，只要省个时间。嘿，每天早上。对，像在台湾那种，我们讲那种像台湾在拜祖先嘛，哎呀，今天要摆，这我可以讲一段故事，就是他为什么摆神明的时候，他的那个雕像拜神的神像是 baby 的神像，不是大人的神像。他的理由是，其实哈，你要怎么对神是那种无私的爱？你只有对小 baby 才是无私的爱，所以他的那个神像是baby 的神像，这个外面是看不到的呢。这其实要很传统的家里才会有这个。不过我看到有两种民众哎，他一个可能会放一些扇嘛，冬天的衣服、夏天衣服，哎呦烦有哦。哈，你要节庆的时候又更漂亮的那个首饰，很多，他的首饰比我还多，神明的。古种你就压迄假娘都在做，跟布卡迪路全部就会 C 模，你都该服侍这个神。全家都有，不只是谁模呀，谁来嘛做的啦。我婆婆出去外面的时候是伤心哎，我大姑伤心我老公啊，陌生的小叔啊，都总会走啊。跟你们会做吗？我晓得，挺难的。其实因为压你布卡，你上面嘛该事情都在做哎，就是说一生人的有长辈的什么，全部要你来包办。对啊，所以其实压力蛮大的。所以我说这个宗教料就不要勉强我能尽量就尽量，其他的我都可以做，就这个比较太深一程度。不做几条做得结束。舍利子讲，当个普甲要加点钟，除了天数神明祭神、敬神之外，还会批下让印度文经典，透过导向展现对神的尊敬。普甲每本人看作是老神沟通的方式之一。不过对印度人来讲，印度教唔单只係宗教，还加係老神法有同层嘅關係。無論係神、死、偏、老，全包咧。你像安尼宗教无强用的，对你的婚姻敢有影响？有啊，影响很大啊。就是其他人在结婚，比方说对婚姻啊，其他人在结婚都是门当户对啊，通常都是那个相亲啊。很暗传的。对啊，所以我们家其实也反对，他们家也反对。真的认识到结婚5年呐，5年才后来，他们家里也等不及，就说哦，要赶快结婚了。后来就想说，最后受不了说好吧，那就问一下神明的指示啊，也没办法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在请告啊。真可以用请告来。哎，今天有请告，对啊。我会讲神明刚好是说好啊 ，OK， 就是再结婚。如果盖龙石真经跌出来吼，很毛，啊你就用干啥？我们也放弃呀，觉得。唔过就按 Q 嘅时间，你就不用睇。可是因为真的是，也蛮久了啊，我们也是坚持很久，真的是也蛮累的这样子。故说其实你就用啥，做得都压哈，有按幸福嘅家庭全部在感谢神明。对啊，其实刚好也是 OK。如果其实我现在回想，他真的是如果神明说 no 的话，会怎么样？其实不知道，说不定我们也会坚持，不知道。这个是个 question mark。加落来以后，越南我一直挑战的。系啊。如果係上街家官家用嘅習慣都可能係，以下係冇辦法直接就接受。没错。那你將加落來地度。会不会有的那种婆媳之间的问题？有问题很大，没有除了婆媳，还有大姑，2个一起联手哎，真的哦。因为大姑还没结婚嘛，所以人家说从头妈妈都大姑没结婚，就是会跟婆婆，就是会联手一起呀，就是会找茬呀，就是要求就很严啊，宠爱做那个刚开始在学那个印度饼啊，印度饼是要做成圆的，可是对我来说。不容易啊！就是那时候刚开始不会用圆的，就一直要训练我，一定要学到会圆哦。我想说奇怪，那外国人你干嘛要求我那么严呐？这不是圆的椭圆呐，或者有什么关系？反正是要吃的啊。可是他们就没有就很严，就是要求很严格，然后从切菜开始啊，没弄好或什么，就会那边就一直要那个，就是训练都很严呐。其实，在生活适应上，其实他们给我的压力很大。那学煮菜，学语言呐，因为我婆婆太会讲英文嘞。该新冠都会压力安排，该事做得让你的老公公打电话回台湾。那个你妈妈今天又干嘛？今天又对我怎样了？我就会跟他们抱怨呐，然后所以他们其实常常不然吃完晚上都要开车带我去就是去
那叫什么车游一圈，然后那边抱怨，然后吃那个冰淇淋再回来啊。哎呀，要不然有偶尔就爆发一下，就我要你只要出手，然后吓一下他们，然后才会对我好一点。不过你其实你现在想起来吼，你就两三个婚姻做得多也下真嘅懂无简单，因为你像宗教嘅问题、重心嘅问题，就懂得，因为看到呀知道印度人其实有懂得提供正也还很传统的思维。其实我观念又变了，然后我也有影响到他们啦。也有是他们看这几年看了，他们自己也觉得说可能要收一点这样，然后对我就是他们要调整一下他们的思维这样。如果大家现在是大家只要一起生活，双方面都要改变。如果只有我这一方面的话是不可能，他们也要调试一下，这样才能够生活下去。我想对保守同小老外国人相处嘅印度家官家娘来讲，小女子嘅出现可能係佢哋嘅生命地度嘅一大課題、老考驗。跨國婚姻嘅維持，唔單止係一條嘅適應、老推讓，還加係兩大家庭文化嘅調適。啲小女子嘅屋企，唔做人，閒做唔得自家出門咯。古時也拜帶電視買菜去咯。看人家咩過多以後呢，吼，出門有司機載你，該買東西還有點講天數拿，應該，哦，還有我啲爹哋吼，聽人講，你看一個西馬人嫁到好也唔好，啲印度也得唄，就看佢嘅身材就啲咧，睇講嗰種超嘅，該可能嫁到冇好，因為冇東西好本佢食啦，該種人啊，啲也得唄，食到吃太好，太有肉咧。代表講懂幸福，睇人哋嘛？差不多啦。我是觉得还好，过得还蛮不错的啦，还蛮安逸的，应该说安逸啊。看人過到非常好嘅感覺。不過來到一私床啊，就是說就少了一種味道，就會講呀，那邊私床魚味肉味，全部要賣菜、賣水果，全部冇看到賣肉嘅呀。真嘅哦，因為呢，其他邊家區分得很明顯，吃素誒，吃又素誒，總不能混在一起啊。古時候你基本要買馬家菜。這個咯，其實帶電佢出來，讓天數還有個好處嘅。那之後而家啲加公價係啊，還要幫我殺價。而且他不要你開口，因為他是其實係懂聽人嘛。對。不知道他唔會偏佢嘅嘛。誒，唔會啊。就看人外國人來一邊買就會有啲會偏。沒錯。嗰啲人將佢一買一個，估價買呢？買一個做買啊。就是吃東西的時候，有時候會有一種印度人是，它下面鋪這個，然後上面吃菜吃東西這樣子。可是看懂的地方，佢就好像就會用到這種，好像是這種煮起來，變到肉變到淡薄仔較香啊。但upper mati呢？खाવાનું नहीं खाली ऊपर मुकवानो चाहिए। ऊपर जमवानु mungkin આપણે થાળીમાં મૂકીને就我們家可是來到家，其實大部分就在屋企底度學那種蠻做一個家庭主婦。咁你該其他時間，你自己沒有出來，你是要特別朋友嗎？我同學媽媽常常會取來聚餐啊，會去喝咖啡啊，聊天啊，聊現在社會狀況啊，就會去聊天啦。我啲啊特別咁有懂到台灣人。台灣人冇呢，都是做生意的啦，然後比較少碰面。點都係印度的朋友呀。對，印度朋友比較好，比較多。不過你像啲啊被搞個印度朋友啊，你知道老嗰種，你的心情就他們的個性跟台灣人的個性有什麼樣的差異？個性哦，其實他們比較很愛聊天啊。很愛去這裡面聊是非啊，就很嘰嘰呱呱。我老公說，你看現在那邊印度的女生跟我一樣啊，家裡要這邊一整天在家裡學做菜什麼，那他的怎麼舒壓？那就是要去參加這種聚會，所以他說他鼓勵我去參加。沒通話啊。對啊，說就是要這樣。你看印度的女人怎麼生存，就是很喜歡嘰嘰呱呱那邊聊是非，那個整個都吐出來了這樣。交朋友打在古書啊，從無論到哪個國家都當重要又有用。對於佢分唔出五谷，唔是落去做下嘅西馬人，一下變做負責三餐嘅家庭主婦。印度料理嘅複雜，無可放唔認輸嘅小女子，為咗得到家人嘅肯定，一下嘅佢鬼神都會好順意。準備好動祖船，小女子要帶人到記錄巷去好好嘅認識孟買。小李姐，也就係啲樹檔擺吼，看到嗰個，也特別孟買嘅印度門係嘛？哎呀，都有名哦。不過也話順便吼，怎麼會建一個印度門在這邊？
以前那个英国来殖民印度干啥？也就是从这个地方上岸的，然后为了表达他们的那个胜利光荣之举，就这边建了一个印度门。而且这个也算是一个古迹，对不对？对，算一个很有名的古迹，观光客都来这边看。其实我哋講哦，幾隻印度差唔多20人嘅世界文化遺產。其實而家印度來到旅行嘅人越來越多咧。哎呀，洞洞。唔講我家看，落來嘅時間唔經喺門口，棟到嘅警察，都喺嗰邊檢查嘅包包啊、物件呢。因為前一陣子啊，跟他用那個恐怖分子啊，從這邊上岸亂槍掃射，那很有名的那個飯店，所以就現在變得管動很嚴格。哇，咁嚴啊！這樣好啊，這樣才安全的。故說呢，其實要他幾條警察就 TPD 在這邊駐守着。對啊。就是檢查看你有沒有帶一些什麼危險的東西。對啊，連攝影他都非常嚴格的管制下。唔種孟買亞特別啊，比其他的上司，喺咩亞特別工作嘅機會較多。對啊。所以呢，其實洞洞，你可能路邊有一些那個貧民窟啊，其實都是從鄉下來，或是國外不是，就是鄉下來，然後找不到房子住，摩天租房子，就是住在貧民窟，但是他要在這邊生存，所以都在這邊找工作啊什麼那些的，所以很多外地的外來民啊。亞特別的錢有較好賺哦。有啊，我不看，因為超美口頭蓋那個長工啊，住15年了，他家裡到這邊要8個小時坐火車。他一整年都等阿波卡打，然後1年回家一次，但是一次就大概2個月歐元啊。可是我們這薪水，他才那時候才3500塊的盧比耶。我講 They have another son not married. If he want to marry another country's people, how smart thing? No need to answer me. No need to ask. 不用，我就知道答案了。તમને કોઈ બીજા કન્ટ્રી ને હવે બીજે હેમલ માટે બાકી છે ને કોઈ ફોરેનર આપણે ચાલશે我们这薪水，他才那时候才3500塊的盧比耶。我剛才才1000人扣台幣。可是他都還來我們孟買這邊工作，可見鄉下多沒錢啊，沒有工作可以找啊，所以要來到孟買這邊啊。孟買亞特別算幾隻印度地度親有錢的城市。對呀，也就是最有錢的城市。對啊，因為人家是說全印度的稅收80%都是孟買人貢獻，孟買生意人的賺出來的。真嘅？對啊。你邊亞特別看起來就會嗰種很觀光很盛行的感覺，感覺佢要動到嘅外國人來一片昂嘅，因為一陣看出來，你看動到嘅談咩嘛，加行過來幾條路就係。還有動動賣一些古董啊，因為以前這個英國殖民期間，是很多航海的儀器，這邊都跟那個賣很多跟航海有關的一些古董。真嘅咧，你看一個就像個船的當杯有冇？看這個眼鏡哦，哎呀，真嘅古董嗎？哎，其實是仿的啦。真嘅古董會很貴，嘿啊！哎呀，真嘅做得看呢。真的啊！現但是喺印度西南片其實西島嘅孟買，喺英國嘅屯海政策下，變做印度西片前提嘅沉水港。海運、流出口為孟買帶來商機，每盤孟買對蒙人地嘅生源村，變做印度嘅金融大鎮。鬧熱嘅孟買，每創造出眾多像卡瓦勒不可安尼嘅中產階級。同時，跨國婚姻未漸漸出現，挑戰印度嘅傳統。Because we know the custom in India Yes. for marry Yes. is a problem. Yes. For the last time, how do you say to your parents you wanted to marry Jennifer? I told my parents that I want to marry her. They asked me to, think over. That you think whatever you are thinking. I said, yeah, I want to do it. And they explained that it is going to be difficult for her also and for you also to adjust in India together. So that way they were trying to explain me that it is not easy. But then I stuck to my point that it is fine, not that difficult also. So we just went ahead then. Because you are first children, 你要承担那应该是说，那可能嫁过来的印度人，他有另外一个女生，没办法适应啊。
他是搬出一代啊，没有跟家里一起住。我可能是唯一一个真的到家里一起住的，因为跟家里住其实很多要适应啊。像他们家3兄弟大家族的，其实他们当地人也嘛尽量找那个小家庭的，因为会比较没那么辛苦。因为大家庭在一起，因为责任就不一样啊，你要做的事情也比较多了，担当的事情也比较多。And going through a difficult phase immediately after marriage. So for that I sympathize with her. So she coped well in the starting and slowly she got adjusted with a lot of adjustment from my family also. So it's a equal contribution, but maybe Jennifer put in a lot of effort to make it work. Yes. 相互体谅是婚姻嘅基礎。小李子講，一段婚姻辛苦嘅唔單淨係嫁到按原來適應無共樣文化嘅之家，係講冇老公嘅支持，經濟檔案交通，可能早就冇辦法繼續行下去。印度嘅大家庭都帶有經驗條，強下食嘅飯就啲咧。我先裝一下菜。呀，他吃饭的时间，你们差不多9點。哎呀，不然是这个时候吃晚餐啊。喺等到太子家下班過後，當再來開始食。哎呀，我因為試下嘅時間，冇像台灣有咁多嘅菜啊呢。通常都晚上是一樣菜，然後盤，然後我是到印度餅，我是麵包用的。我想台灣滿桌都是菜用的，不一樣。哎呀，Come on. So how do you feel you go to Taiwan eat Taiwan's food? Taiwan food very bland, you know. No taste. It's not spicy. We need little taste, you know. So no spicy, no food. For India. So you come to Taiwan also? You go to Taiwan also? Been to Never been? So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aiwan's girl? For your image. Like she's fine, like very bold. 不，很更勇敢，就是不畏危险。 Adventurous. 有당心哦。马个意思？喜欢冒险啊，就是比较 adventures。讲难听点，唔敢死呀。你意思係講原來都印度人嘅家庭都唔驚死嘅。係啊。爸爸講嘅是英文嘛？你談冇幾句？咁原來都有得咩事啫？唔但將會講英文，因為我哋了解嘛。我们嘅没有什么沟通的呀，不是都是用肢体語言呐。我們會講以後起來，佢主要啲以後啊，學到啲溝通。真係問一下爸爸，嗰陣時去到台灣都一下嘅，佢哋嗰陣時嘅印象。大髀都冇冇睇到，應該是台北冇，佢好比較喜歡台北啊。因為那邊很乾淨啊，台灣都很乾淨啊，空氣很好。So you like it？ 又開始了。那邊都唔曉得講印度話啦，語言不通啊，然後吃比較有問題，你要吃素。Can you ask your father when he know you with a Taiwanese girl how he think about it? No problem. Yeah. He is fine. My mother was. 啊。談到已經冇問題，大約係所有想嫁到印度嘅西方人心中嘅向往，因為遵守種姓制度，喺印度跨種姓嘅婚姻，小可受到全屋家嘅反對，大條嘅可能會用打壞家族名聲、千里門戶也的理由，限卡為到好名聲，老年痴呆都有可能呢。故作家官嘅支持，對小李子來講，限卡係珍貴。問爸爸，那時候就是聽到他兒子交了一個台灣女朋友，爸爸其實講做地嘛，你很早就問媽媽，該樣子糖豆嘅感覺嘛？會唔會？你有點。一大家就出我看到閃一下，讓我老公去問好了。這個你叫我老公問好了啦。我還是你想去洗手好了。我去洗手一下。I want to ask the mother. Wait. Just to ask the father's question, you know? મમ્મા મેં તમને જ્યારે કીધું ને કે મારે જેનિફરને પરણવું છે તો તમને શું વિચાર આવ્યા તમને મને ના આવ્યું વિચાર કે આપણે હું કેમ સમજો કે તમે મને ગુજરાતીમાં છો ને આપણી નાત મળે બરાબર she is not from our community not our religion પછી દેશ આપણો એ કહ્યું
Different country. પછી બોલવાનું કઈ Language is નો different. લેંગ્વેજ Culture is different. હા Fine. That's why she is worried. She scared. But now, હવે શું છે? તમને શું લાગ્યું? પછી અમારા ધર્મમાં ક્યાં નથી માનતી She still doesn't follow our religion. નો જરાય નથી No religion. Okay. એટલે દુઃખ થાય છે પણ શું So she is કરીએ little sad. ચલાવે But now since she is my wife, ચલાવે she accepts it. But she doesn't like it. પછી બીજું? Nah, otherwise it is fine. wow. 流汗3条线的。誒，咁我應該個尖包嘅問題好冇？你講幾多人打分數，要不人打幾多分？他幫你打個分數，這個媳婦給他打幾分？你問你可以啊？偷保，你可以把耳朵塞起來。 10માંથી કેટલા માર્ક્સ આપશો તમે? 哇，你看到吗？人家全部就会做点个印度的传统服装，人家看到人像有按多种，跟大种有嘛跟特别的意思嘛。人家个南美人做的，嘿，这个是比较那种婚礼做的，参加婚礼他因为这们做的。比较亮，有没有？10માંથી કેટલા માર્ક્સ આપશો તમે? આજે મને નથી ગમતા ને પછી તો બીજું I'll tell you. પછી મારે As a આ mother, બે મોટી વસ્તુ છે she see there are 3 roles she has to play. 3 roles. 3个角色， As a mother, 10 out of 10. Okay. As a wife, 6 out of 10. only Is it you said? And as a daughter-in-law, only 4. Okay, 7 and 5. He have another son, not married. Yeah. If he want to marry another country's people, how smart think? no need to ask only， She's no need to ask. 不用问就知道答案了，对。 તમને કોઈ બીજા કન્ટ્રી ને હવે બીજી હેમલ માટે બાકી છે ને કોઈ ફોરેનર આવશે ચાલશે નો નો根本也问个问题，真嘅对小丽姐来讲要懂排泄啦，因为太假硬是安尼，真嘅也有的问题懂诗人，而且很听起来让人家也很害羞。其实懂头发给糖都哇唔敢糖的呢。不过真嘅看到佢下，虽然讲假样对佢来讲，还是有着的不满意的地方，不过我想佢做过很多的事情，付出这么多的努力，未来听说佢家娘会对佢越来越好，会分佢100分的分数咧，冇问题咧。小女子讲，佢其實做得體諒家樣嘅嚴條，因為喺從事社交嘅印度，大家家族成員都會影響到家族嘅名聲、老 TV，佢嘅身份、老行為都會影響子女嘅未來，也係當現實嘅事情。不過，每因為安尼，印度嘅離婚率動大，家庭關係未動清。下來要拜訪沙利薩嘅事咯。Hello，大漢。你路行看到懂到嘅什麼人就做安尼，也叫係沙利嘅嗎？咩，那没啥的，那还是其中一種嘅傳統服裝啦，在按照 Punjabi。 Punjabi. What kind is a real sari? You can show her the how exactly look like sari. Saris. Yeah. Can I show you the samples? Yeah. 啊，原來我啲路行當我看到嘅全部都有啲係黑，有啲係唔黑。不過那一隻部分啊 Yeah， 是，Which 哈 part 哈 boy。 This will come on the from the below the waist.，may I take it？ Yeah, sure. 哎呀，沒有重量呢，嗬，重重呢重，It's very heavy。呀，其實看起來就像一對布天天呢。嘿呀，是一叠布啊，我们这个叫 blouse，英文叫做 blouse。 So only 2 piece。 Yeah, it's 2 piece.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披這個，你就會披啊個。佢哋個布呢，所按哈boy用撐到當白做撐下咯，用嘅。啊，你看，係啊，很厲害哦。呀，做得搶個沙給是老人示範一下嘛。哦，我做對啦。
纱里是印度亲有特色的国服，一条5、6公尺的布的，对油风产气，经过又皮又窄，唔用针线，就足得做出印度妇人家甜筒优雅的好身装。办扎的纱里，每本印度的妇人家变作神秘又有魅力。照起来真给吃到那种很有气质这种感觉。对啊，很那个很高雅、高贵，像贵族容你呐。你像那个纱里都在很马个时间要做的啊。从参加婚礼啊、订婚啊，韩国有些那种重要的那种家庭聚会啊，是做了面呐。So this kind of saree is original. It's original. Saree 啊，为什么就是我看到懂多嘅做嘅 saree 啊，佢嘅腰围啊，就看得到安尼溜，就是那个腰啊、背啊，全部会露出来。不过喺印度唔係懂傳統嘅國家嘛。Because the Indian weather allows it to, because otherwise it will be very suffocating. So it is quite healthy to wear a little ventilation 係完全以為做得較涼安尼。係啊。唔過老實講，你種東方人啊，迄講冇生意吼，要吐司吼，不能看到啊，就要加本記咯。一般人以为您穿的这样其实是很开放，其实如果你看以前呢，你看印度古早一个壁画，其实都是穿的这样子，所以并不是说现在才能，其实很久以前根据那壁画就是穿成这样。你種亞薩嘅 saree， 留得嘅傳統嘅有冇嘅無強用咯？ You know, the sari was a very day-to-day wear. Right now, we keep it on a special occasion when it's very formal. You know, it's becoming more formal and formal. So, like you really want to dress up yourself, you keep the saris for that type of occasion. Alright. Now we wear those type of wear saris on that particular occasion. OK。其實係咪人哋講，就種 saree 對於印度人來講，就像嗰中國人參加嗰種較重要嘅場合，叫做旗袍。錯。但西洋人、外國人，他們有些要穿晚禮服，就係意思就是講，要在場合對佢來講，懂從有佢就喺盛裝打扮嘅時間就會做安尼。係啊，錯。纱里唔但將表現出印度西方人嘅優雅神態，作為嘅纱里設計師係懂到印度西方人親疆嘅情懷。有人講，纱里係服裝地圖嘅詩，充滿蘊含嘅生命力，也免難怪印度西方人做啲纱里嘅好身裝，會變做印度文化地圖清晨嘅風情。離開嚟設計師，下來係聽聽小李子，搶來參加來嘅成果發表會。唔是吃到奇怪，因為幼稚園144嘅成果發表會，差唔多全部客人都來參加咧。小李子講，從事沙教、勞教育嘅印度家庭，唔會變過適應嘅英語發通。除咗了解適應嘅上課情形之外，每本家長、先生係較熟悉。是在東南上嘅度，細細嘅適應嘅有動到嘅表演，到沙教 party 嚟參加。佢哋嘅野外當然係總唔得變過。當到嘅沙教發通，咩日本神話隨意嘅小女子，知道當唔慣。像其實而家特別教育啊，老台灣嘅有冇該正常點啊？最大就是很小，他像英文啊、數學很小就開始。像我女兒2歲半就進學校開始，就全程英文，然後學全程的英文。那是幼稚園的時候吧？對啊，這2歲半哦，他有那個從最小，其實還不會開始講話就開始上課了，你知道嗎？媽媽一起去。現在就很重視小朋友教育哦，所以很小就要開始給他學英文啊，學茶藝啊，很多就開始學這樣子。古總你講完，你知道要被教育方式本身嘅壓力會唔會動態？很大呀，很大哦，很大。從我女兒啊，她那個學校5歲就要面試對啊，一個小孩進去5歲的小朋友進去1個小時面試，然後進去學校就是10張桌子10個阿姨考你那個ABCD 啊，看圖說故事、數學啊，加減乘。然後全程英文哦，你看5歲以前就要這邊所有的都要具備，所以他的訓練是從1歲開始就要訓練。其實你唐人剛剛看到幾多跳舞，你知道哦，很快樂哦。可是他聽你剛才這樣講，從佢懂細個時間，應該想講細時間就本佢教啊，或者本佢唔是本佢按到嘅壓力，唔講係談到要吃在3條線哦，談到壓力就懂得。因為學校競爭壓力很強，因為孟買尤其是南孟買。就是學校少，好的學校更少。然後
全部的孟买的那种人都要集中去挤那个学校，所以你才会有那种考试的制度啊。5岁小朋友考试1个小时，很多人都考不过哎。按你当下这个老台湾嘅方式，有太太冇共用。唔只是比例将军牺牲嘅印度，其实同充实教育经费还卡占了 GDP 4%。不过可能印度经费少，生活嘅压力一啲都唔会输本反映嘅社会。面对压力，所以就讲，啲孟买所有嘅模范戏，都做得啲看到亚海过后，全部就停不用睇。要特别很舒爽哦，对啊，很凉快哦。对啊，你看，要得坐到要特别，做得吹着海风，然后又看到个日头落去哈。这边晚上更漂亮，这是我最喜欢的那个景点呐、跟我老公吃完饭，晚上会来这边晃一晃。哎呀，看你老公哈，真跟对你懂好呢。其实我觉得他算是一个蛮贴心的男人。应该提供，其实印度跟南美人有的太男民主义、大男人主义。100，其实他也是啊。你像人家米不卡斯亚的时间，那种条件你老公，该变水因为你的小叔嘛，该给爸爸又抽到改变，然后就说哇，我设想一下，那个10年前，观众爱黑你，加过来要那边时间，把该发都唔会讲，除非讲英文听听。他是这个老老公交通，该其他人抽到该真嘅唔对，老几条大拽过讲嘛该东西。啊，对啊，其实那个时候是蛮辛苦的，刚开始是适应上是蛮辛苦的。不过，真嘅人，该拢是来那边教嘅心情啊，一直都你加过来要那边，该种生发嘅落差动态咧。对啊，落差很大。该你知道不？你知道清代嘅差别喺哪？差别哦，来玩的时候是觉得这是一种冒险。那结完婚之后就好像冒险完的结束，变成现实生活的开始。当然有相爱才会为爱而远离他乡，然后也为了爱而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啊。该你经过10年呢，都压下，你知道有答对吗？值不值得？其实应该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思考。还是会想，但是我一说，但是思考完之后还是觉得值得啦。因为我觉得人生能够碰到一个真的，你要找到一个很相爱的人哦，其实不容易。这全世界这么多人，然后找到一个就是你们2个都互相相爱，然后互相有体谅对方，会去支持你的，其实不好找。既然这个人是这么真心相对我，所以我觉得同等我也会为了他去适应他的环境，他的家人会去接受他。虽然说家人对你的要求还是有佢嘅这个嘅坚持。对。不过，我相信你们把你所有的表现、所有的付出，全部都看到目主地图。我能做到，该走还是尽量走。其他做不到，我就当然很坦白，我没办法。但是你要求我说我能够尽我的力量了，这样，所以他们也是有看到我的付出的，所以他们不敢说太强硬的要求我，说宗教上啊，或者是食物上，因为其实那并不是那么大的问题。这样。He have problem. His problem is mother and wife. Yeah. Seriously. So I'm in between. Yeah. So I'm in between. So even I am suffering sometimes. It happens. It's in the family. It's like that everywhere, I suppose. The daughter-in-law is expected to do certain things. If it doesn't happen, if it is like here, there, then some problems are there everywhere. Whether in Taiwan or whether in India. How you take it? So once everybody gets along well, then it's fine. 当多人都讲，咁嫁到印度是有胆量，唔过我想，愿意讨外国什么人，没是有勇气。小李子讲，系个冇老公耐心嘅啲档案经沟通，佢可能没当然了解家人嘅念头，去理解佢一切都会为到家嘅用心，对两上人世界嘅爱，变做得去爱对方家庭嘅包容。也在孟买之里，本来地地孟买被现做希望之都，没可能系因为佢嘅包容，本各种大病都做得本人看到。就像小李子讲嘅，亲密家庭系本人接受嘅，唔系重心，系态度